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看电视嘅乡亲啲有带到欧米嘅乡亲朋友冇？因为你今晡日嚟大家嚟分享欧米呢只地方。大家講到歐米，會想到乜嘅咧？其實我對歐米冇眼熟咯，所以基本特別繞牆道，一個後生人去轉型歐米，做嗰邊做了3年嘅事情，然後社區嘅應酬有關係，然後當地嘅開發啊法律有關係，佢係馬莎咧，佢係呢個將什麼平均天分呀？大家好，我係大新竹縣歐米鄉嘅田君天。那武凱嘅朋友都會很愛滾田。哦。滾田嘛，對不對？所以是滾田，有點諧音的感覺。諧音，做埋特別分享咧，因為滾田，所以佢心裡在工作時就是滾回家，是嗎？錯。動作係講係同詞是滾回家，但是如果另外一個意思是你滾回去啦，對不對？你滾回家，做埋為安樣嘢，其實非常嘅有意思吼，因為佢真是係做其他嘅地方滾回家去。轉到歐米呢個地方，所以你係到歐米出世。係，我係喺歐米鄉嘅富公村嘅茶庫鄉，嗰隻樓梯名，第二片出世。好可愛哦，茶庫鄉，什麼然後帶到差不多讀書讀到高中，然後是去諾貝做事，你下可能有隻。結天結性要轉型歐米嚟做我們說社區應酬然後嚟好好俾大家嚟認識歐米然後，佢講起才會講起，假使講因為非常多嘅青年，其實我們說青年返鄉、青年返鄉，你也算是其中一個，你也算其中一個。做啲啱樣講。咁做埋幾位家下會講我到哪位出世咧？因為你也先嚟講歐米呢個地方要當神奇嘅地名，比如講自己家下出世茶庫鄉是係。茶庫邊跟茶庫其實係講一隻樹，對，赤科這個樹，赤科坪，然後有個赤科樹，對，嗰隻地方挑白有棟棟嘅茶庫樹，那嗰隻地方有偏偏嘅，故說老挑白嘅人看到嗰隻地方就很多茶庫片，對，係我出世嘅時節。就有個名啊，安尼。做埋特別嚟講咧，因為吼當到客家種嘅地名，你冇去認識嘅，你唔啲等到你去看啲時候，好有趣，因為按奇妙嘅地方，比如講白達高，真的有叫白達高，碧落腳，東勝市，咁但係像樣應該讀歐米還有隻地名叫本基屋，本基屋係我就算係咧係青年聚會嘅一個地方，喺度本基屋。那本基就係個老挑白嘅嗰隻笨斗，對，嗰笨斗係本基，對，本基笨斗，對。然後啵就係講三面高一面矮，就是三面高一面低的地形。故說老挑白人就係本基屋。好，我看到做埋啲嘢先做，按神奇嘅地名，佢可以其實表示講，其實歐米其實係隻當地大家去探索嘅地方，探索嘅地方。講到咧，大家就會想，看你有赤庫坪，有本基屋，你講很好有意思嘅地名就係歐米嘅由來，很有意思，都有意思。我哋歐米嘅由來，其實我哋歐米有一隻老地名，喺度下手年底，喺度眼咪月眉，月亮嘅月。咪，然後眉毛的眉這樣子，咁有冇很多眼咪呢？其實老愛到歐米有一條重要嘅海有關係，那條海很多歐米海、峨眉溪，那提解來到歐米嘅等於說是我們的開墾族，很多江秀鸞，北部嘅江秀鸞，佢來到了大家都談過嘅上面，更重要的強部嘅人，那佢就來到歐米開墾打拼的時候，看到兩條海彎彎曲曲的，像月亮，像眉毛，故說按兩隻地方嘅名係到眼咪，後來同日本衰退嘅時節，因為眼咪有到其他地方同名的嘛，有人買很多眼咪。比如說日本衰退時節就換名字換到峨眉，兩片嘛係讓大家就是小小的提醒，東東音會把歐米都寫成3字邊這樣子，那個是中國的峨眉的地名這樣子，那該張歐米係繞山有關係，咁講歐米嘅
欧咪系闹海有关系，眼咪闹月亮闹眉毛有关系，所以我们是峨眉的，是眉毛的眉这样子，没有三字边。举动音为相凑，所以大家会知哦，你底下讲的欧咪系闹海有关系，所以眼部那种眼咪啊，哇，大家有发现冇？其实唐俊天讲尾吼，分享说当场好像在谈一个温时共走杂，有冇娓娓道来，慢慢的讲古本大家谈。当个当场眼唔系欧咪，你唔个同伊讲，你话会也会有对欧咪有一种某种嘅感情嘅，所以其实当场认识了只提分哈。其实家下有讲到啊，俊天其实读改编出世啊，图书读高中，但是都攞俾你做事，你下转型欧咪。其实佢一开始转型欧咪嘅时间，为当场你头摆佢攞俾读大学嘅时间有冇？大概係讲摆了，你转型自家嘅，冇下些是为起到当场转型。度假、度假，然后底下还有上因为讲，我就是回去摆烂，所以改变冇买事情说不用轻松。一开始你就系安样嘅，不过嘛个眼睛慢慢，你最尾结天转意咧。我启动我就俩配嘅学生嘅。有一家穷人的事情，就会讲我们这辈的年轻人其实很小就被推离家乡的，那高中就会去我背图书，那我太后嘛伫我背，那我一开始走跳路的世界，有5年的时间嘛系伫新竹市，该我俩这段过程我一直觉得动场会转播，对，唔过我该是唔啲会用办转播，我嘛唔啲我转播做得存到钱么，我该是系下唔啲的，唔过有件最重要的事情系讲到差不多5年前我嘅阿公，我系帮阿公阿婆投胎嘅，系让阿公阿婆共下代。那5年前的时间，因为阿公阿婆就是年纪大咧，就会破那个生病啊，然后会创下意义嘅。那我是我就冲茶，就系伫新竹市种类欧咪土记到去看医生啊，对，那后来记到就离开嘞。对，那记到离开，对我有我的内心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冲击的。一方面的冲击系讲记到同爱土到台，然后记到系爱老客家文化最重要嘅连接，所以记到冇出来冇人老爱讲客话咧，我去到爱老爱嘅家乡有一个断层的，唔讲爱唔啲用家沙。对，那开始嘛，因为我会冲茶转型欧咪，我就发现讲，我转型欧咪的这条路有动到的怪手在开山挖马路，那山河是被填平的，因为有很多的开发。那开始我就去到讲，我上会总部，上会总是挑查我就自家的欧咪乡，还是我就自家欧咪的客家文化。把安公音的故事、青种类也把我跟阿公的阿婆的连结找回来，这样子。我像我大白访问到像桂天安个后生音啊，我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感触、感受。起码解的是嘿，我要去到台湾第三地方东西，都台北有台北嘅後生人，高雄有高雄嘅後生人，有台中有中法，有苗栗有新竹，啊，比如講捲天係來自歐咪，我真的覺得我真是去到冇強用台界提供，只是東南了解為什麼你有這種感覺。我意思係講到台中都市台嘅聲音，就係講到台北台嘅聲音，佢唔會懂，佢冇辦法了解嘛，講到故鄉認同，佢冇辦法了解嘛，講到。冇講冇法度啦，後冇去講述到嘛，講到文化認同。基本上看捲天去按後生哦，唔過捲天會講出，我唔知我用緊傳播，我唔知我阿公阿婆冇出嚟，我了解故鄉嘅連結係乜嘅，我了解故鄉嘅感情係咩團體咧，我客家飯，我客家文化嘅連結係乜嘅。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講實在不，因為我會知道，為什麼一個這麼年輕的年輕人，做嘛一個按後生音，基本有按樣嘅想法。可是你是真的有這樣的感覺，因為你係講從愛做係讀外地圖書嘅聲音，係講愛接觸到某種都市嘅聲音，呢度到佢嘅生命地圖係沒有這樣的感受。他們在
DNA 里面，基督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故乡认同，什么叫做我跟故乡的连接，故乡长得不一样，故乡上的母恐龙嘞。所以我会觉得，让大家的分享是，其实推翻谁谁，你就动作从更听安用的后上面，基督会知道，忘记回家的路，唔记得全部改路，这是真的。山西可能动作改他个故事在写故乡改世界，基督在走重州改世界，或者是阿婆改故乡，阿公改故乡，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你都了解都已经读会写阿公改故乡，阿婆改故乡，真的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都解析读你改生命地读，其实是这样的影响吗？没错。可是是对不对？是。那是一个解析又安用改让用什么？那是一个乡愁。好，跟你聊下转眼欧咪了。你以前一开始回去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一点点，一定会有。但是现在就是彻彻底底回去。可是你动喜欢门哦，可是你聊下转眼，你整个好好的想要让欧咪，你想要在那里奉献，你想要走在那里付出。可是阿公阿婆已经没在那。一开始我转去的时节，挑选有老主持人讲，我唔伫做马改嘛。那因为我自家是文字背景的，我就想讲，我做在做田野调查。不错。等一下，其实只是一转眼就是给田野做按多个事情，慢慢，佢也心里聊佢个工作先。所以你啊，老乡亲朋友来讲吼，就是到底还有马改。动精彩嘅故事，像抢大家先聊下，你马上你等下好好的同佢聽講故。今日就行類似。歐咪嘅原天基督，歐咪心里在滾回去工作室，滾回家工作室。好，反正你嘅故事我知道，會就個早前你都一寫就在好好的講的，你先你講一下你嘅工作室，所以轉移歐咪你要按用嘅一團嘅所以你講統計，然後故事，然後故鄉嘅連接，所以你轉移歐咪，所以你是心里了解到工作室。一開始是想講，你好好都了解歐咪啊，所以是先做咧，一般因為做嘅天條嘅工作，係嗎？錯，因為我自家係文字背景的嘛，那我就想講，我唔了解歐咪係用辦嘅提供，我就來寫故事線，安樣嘅。那一開始因為我過去當時我對歐咪海對歐咪係很重要的一個元素，我就開始訪問阿公阿婆，佢哋用辦讓歐咪海有關係，人跟環境是那時候的客家文化跟溪流的關係，從這個角度開始來訪問。那一開始我記得我先訪問的係我哋歐咪嘅信仰中心丹桂宮的，就是廟祝，我哋都很去水泊這樣子。那其實該先我訪問的時間，我一直都講我兩個主題可能都很難訪問這樣子。沒想到佢就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係講佢還冇走廟祝之前，佢係死該的鐵牛車的鐵牛叉，對，他開鐵牛車，那時候開鐵牛車的人都會去干歐咪海，會去釀沙鼓，撿石頭，該就歐咪海給沙鼓，該是動台炸，會變愛用歐咪很重要的一個建築材料。對，所以其實挑白動到歐咪，會去歐咪海，也啲故事都讓我講歐咪海，係一個建築材料。那動人會去改片水上，有水上坡。对，那还有佢哋會去歐咪海做做下工，係我哋客家飲食很重要的一個來源，這樣子。對，那除了歐咪海，我嘛會上會就會訪問我阿公阿婆挑白的故事，安樣嘅。雖然佢哋冇出嚟，不過佢哋還有當到的好朋友喺兩個地方，所以我就有訪問一個阿婆的好朋友，佢當可愛，對，佢很多生媽，我哋都很佢生媽。其實佢係我叫歐咪的一個就是廚師。哦，對對對，他都是做盤粥嘅。哇哦！對對對，哇哦！佢哋還有盤粥嗎？有啲所謂的社區據點在煮共餐這樣子。哇哦！
对，那伊唔系我明明伊系嫁过来的，伊就讲，我觉得这是客家妇女的一个故事的面向。伊讲伊挑白带挑粉，对，挑粉嫁过来我咪的时节，伊系臭婊，对，过溪，然后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就是要过那种没有水泥桥的轿子，对对，所以一定不可能搭车，一定是坐轿子这样。到底有没有拍照啊？有去熊啊？嘿呀，哦，你会想哦，对啊，很可爱，动男熊熊，对，听阿婆给就讲故事，爱起都动可爱啦，对我觉得很可爱。那生妈妈，然后爱就讲动比如像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爱访问记的提一件事情，记就问爱讲，爱有梦到爱阿公阿婆梦，啊吓到，爱想讲我爱来访问伊，不愿意来问爱，因为他很重视托梦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客家妇女的有一种比较奇幻的寄托这样子。好像会耶，动熊 boy 耶，因为你刚讲那种上去挑白，大白老妈妈讲，或者妈妈咪会讲，来帮忙不懂嘛干嘛干，就记得都会讨论，挨到挨到最后，帮忙先擦一下的，嘿嘛个意思，前面来个阿米天台啊嘛干，啊都有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幻的层面。那俺嘛有访问一个大概路上第一个嘛是俺阿婆的好朋友，对，美月阿婆。那了解阿婆佢的故事，我嘛讲过动身期就系讲，挑白的客家妇女家庭冇能力做的不愿去读书。以前的女生是很难去读书的，佢哋想读书，但冇人做的不佢哋读书，佢哋会伫屋卡听书。照顾弟弟妹妹，会听书、做家事这样子，所以佢到老的时间，谁偶尔太累，佢走驾驶嘛下康送累，对，不用再去西边洗衣服，有洗衣机了这样子，所以佢很积极的伫我咪送口，男朋友开口，佢就去送口。对，其实爱挑白阿婆嘛也很容易，机会从下去社区据点上课，然后上语言课，上用手机课，所以该张美玉阿婆佢都会用手机啊，还会做影片。佢80岁了，我觉得我糖都实在是太感伤了，因为当然记得可能还可以搞到动快乐，因为爱冇自己去评论记得个身份，因为可能记得英国昨天讲记得俩80岁然后90岁然后70岁然后，记得还是动眼睛好性感东西。不过，为什么以前的女生很辛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记得可能会知道啊，生命是安样，什么因素安样，可是你俩下去看记得是会知道。为什么你只能在家里吐谁？你煮盘谁上辅？啊，等到你俩老了，你才说我要去上课，我要去学这个。对。所以该美玉阿婆后来，她甚至该是那叫欧米鬼众，有一小段时间有夜间部。哦。佢喺涂夜间部。嘿，然后佢该是掌柜时可能60、70岁那个年纪吧，佢掌柜时学怎么样写中文字。对，然后他就是抄心经去学中文字，去学认字。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反映出客家妇女在当代她们如何去弥补小时候童年没有的那个缺失。跟你来讲，他甲谁来都爱做乜解？走，又啦，佢要走谁啊？佢要走跟谁？佢就存钱啊，存钱，不下改经济支柱，好，拍谁。咁讲你看，唐俊听讲是地讲，哇，带起来谈故事听听，这就像是一个，也是种系一种改历史口述，是因为经过安样改天条，其实做在休息东都改故事，休息安样改故事啊，了解改东西，改那你讲客家改背景，客家改文化。真的是很珍贵，非常嘅珍贵。不过讲到咧，其实单讲系去做一样嘅天条，因为所以我们上面啊，你是当多嘅好朋友，所以你都要心里一群人都没朋友，系吗？讲翻译就是没朋友，可是眉是眉毛的眉，蒙咪毛改蒙咪毛眉，所以也是我咪咪，所以咪。朋友中文是冇朋友没朋友，对，这很有趣。系啊，因为我开始做天条，然后做，然后就人生当中的我咪的朋友，对，常讲原来我咪唔系冇后生人，又当到后生人伫俩朋友，又从我系全部嘅，然后有人系冇离开过嘅，
嘛用因系移居进来的，嘛用因系重要的世界的种类的。那我们这群媒朋友来自各行各业，有人是农夫，有甜点师、设计师、工程师啊等等，就是不同的行业这样子。那媒朋友系媒朋友系讲，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峨眉的生活，然后常常会被人家笑说你是不是在都市没朋友，所以你才会回乡下这样子。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好笑的东西截取出来。我们确实就是在都市没朋友啊，跟过去都都市没朋友，所以我们很动细绕啊，冇错。所以你都喊为大白五会打夜，打夜好，打夜好，起重强下起会交流。嘿，我就大早礼拜五的暗晡呀，我就伫就是跟跳绳讲的本地舞，我就有一家打夜好的一个算是聚会。对，每个礼拜五晚上，就我们就会在那边喝茶聊天，或有时候会有一些主题这样子。不过了解打夜好，做得讲唔系我就发明的，其实佢系跳摆伫个的茶库山了解地方，有一家家族系上温的家姓温的大家族，佢就跳摆的时节，佢就动辛苦哦，佢就不卡全部卡给你。早先跳会做农事，那暗晡跳，佢就会家族嘅总配会，然后佢就安排上课，会请汉学堂的老师，所以早上台架操场有发图好吗？对啊，这是私塾。对啊，那你下空爱感觉动辛苦，因为等于是说佢就跳摆早上务农，晚上还要上夜间部，而且是打烟，对对对，然后佢就把晚上上课这件事情 handle 打牙好。不过我就你看我就后上音，我就冇办法打音，嘛冇办法就是很送口。可是我觉得好古典，而且有动古典的哎，大家等下你是要从谁啊？不然大家去做看下，会补习，看好嘛个东西，而且有动有意思。不过而且它系一种交流，你对伊那个是交流，而且有动吼，哇！我看到唐俊卿讲故事继续讲唔听咯。哎，你听年下来，然后大家来少解释嘿，哎你现从佢带来解，哎你佢同我咪创办界，你讲读物、刊物，又动到去吼，基本上又带来你都解提上去解主题按到规怪嘛，好，比讲解有意思啊。当然，然后你都解创刊号，唐讲你都解创刊号做嘅从刊号做嘅时间，还有伊都有分享会从做嘛个牛文水啊，向篮球，像篮球安样解东西吼，所以咧，我想讲，去做安样解东西，然后动到有意思嘅故事，所以大家聊下，你等下再来讲。赵强君听来到节目底录了，大家来打嘴鼓欧米了只地方故事讲唔睇咧，系啊，因为其实我都很有动作会分享的，不过实在你要贴到鼓好讲咧，而且你有在做一些赵强你来两边是好好了，大家来讲欧米嘅鼓，是，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哈，因为是一堂故事好咧，不过讲到两边你先来讲上一段节目有讲到佢嘅刊物，佢做嘅刊物，你要好好来少解一下，但系讲你讲，咪嘅贴片一定要来做，一定要来讲。那是都有正期的，因为系鬼怪这一期，对，提上去系鬼，题目按到鬼怪，鬼怪系鬼怪，然后鬼怪系介绍那种大爱地区、峨眉、北部、宝山这3个地区有一家大爱中原祭典，系客家人嘅就是中原祭典活动，多少年底，然后我写的时间嘛唔底，我就想会把它写出来，帮大家少改出来，我就改篇欧米人北部人系用办来伫清月版的时间来祭祀这些鬼怪这样子，对，就是在动体片的东西，系爱提起摆堂度，看到看完，系冇，看完，哦，动体片，该其实系讲一个仪式，很多生日普小孩子普渡，系讲就是用因堂度有小个的按不跳脚，然后就地讲哦，因为个小鬼。
他在7月半期间，就是他要抢食物，抢不过大鬼，所以就北部猫咪呀善哉体凤就会在7月29号的时候举办一个神鹰铺，专门在祭拜小鬼。那祭拜给祭祀小鬼的东西会比较可爱童趣一点，会用水挑啊、冬瓜啊、绕夯锤，把它做成可爱的一些《三国演义》的造型，然后会用厉害系用通去摆一些字这样子。你看，系咩又系唐俊天讲到，人我而家历史，人我而家文化，吼，其实当初意思，挑白你冇买，其实都讲了只题目吼。你看，等下系讲还有时间，你就咧。好好的无，还有嘛个神奇嘅东西。讲到两边，其实俊天代讲系同我们做一样嘅事情，你也转去母校，你嘅国校，你有社课社，就是社课嘅社团课，社团嘅课程什么吐声音啊，因为聊到东西，聊霞霞访问啊，每本是霞霞就地讲我们系一家很丰富、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那我写的世界嘛，系因为有东多老师同我哋系认识我们，如果说我哋就想讲，有机会。再继续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嘛？对，那继续去培养下一代的乡愁这样子。对，所以就在学校跟就是计划的支持下，那就去年顶欧米鬼校成立了一个土地社，带我们的小朋友们去认识家乡的日常的美好。我觉得很棒，而且有动长的。因为唐君天讲古真的会不易感同，因为君天讲到挑白爱细细嘅世界，因为线上系爱用教爱，所以表示你要当好嘅线上，所以你行也上嘅付出回馈俾其他嘅小朋友。我就很好感同嘅地方係，我就愛同細細嘅世界，真是冇線上嘅圖案，係嘛嘅認識土地。我就來下課過，就是專業補課，唔知道喺做乜嘅，可能是寫廣告過後，可能是跳繩，真是安樣聽聽。我對真是冇乜嘅體驗嘅發通，所以我就了下嘅聲音就係好冇。到你家細細世界嘅體驗，真是冇乜強容嗬。不過我就。除了動正軌之外，你唐俊天去講故事吼，你在第一堂節目時有講到歐米嘅其實有一條海東重繞，所以海對歐米東重繞，所以當然該下你哋還有做一件東潮嘅事情。這邊有個中聖溪，該下現在在面臨到開發，你做啲想象啦，因為地方總係會有開發嘛，有經濟嘅需求嘛，所以你哋下咱們有台料，咱們有都市麼，挑白都係你講農作，所以你要期盼面臨咁嘅開發，你要期盼而家中型海界教室，溪流教室，做啲分享一下。中聖溪、中聖野溪，其實它是歐米海的一個支流，它支流的源頭處有一個動態的開發案，對我哋歐米的影響會很大，這樣子。那我哋喺個討論兩個開發案的過程當中，就發現講我哋離下人老環境的距離遠了，所以講兩條海嘅故事，大家冇見過，大家冇咩個個水係冷嘅，還係燒嘅。唔啲講嘅沙菇係臭到沙菇蛋糕，其實係燒嘅。对，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希望透過帶大家走進溪流裡面，重新去認識愛丟歐米嘅海，那重新去把人跟環境的連接找回來。古時候愛丟就辦了溪流，就是跟年輕人就一起辦了溪流教室，那希望帶大家去認識溪水的故事。所以唐講呢條漢讀改編有啲重組，比如講畫圖啊，美化來係咪有？那就有做一張很多構圖，就是就是邀請藝術家葉佩如帶我們的在地的居民、小孩跟長輩3代，我們一起在一個充滿灰塵的牆壁上面把灰塵刮掉，然後它就會露出白白的，很像小時候我們在刮那個牆壁一樣。對，然後我們就把那個牆壁彩繪成溪流的樣子。大家都會有連同嘅嗬。咁個講到呢邊，大家是咪第一個看起來俊天對客家有啲自家獨有的一個感情。讀解到節目之前啊，要問佢講，今日做而家家鄉要乜嘅現實面喎？佢會講，要啊，咁個咧大家都習慣咧，因為做而家鄉或者大家會講，
你为什么没有？你怎么没有送办打卡？你改谁啊？没同意去奥多白转到无下起来起去，哈，所以我哋大家都会关心，不过大家还多冇习惯，伊改谁问你？怎么没有正常上下班？冇紧松送下班嘅感觉。哦，错，对，但是体育院总是不开时间，就会本讲哦，就是你一早什么冇结婚，乃是要结婚，或是说哦，因为你总是不他总系会问英文都安样解问题。然后尤其爱在跳舞到下时有关系，因为在笔电就做得咧，所以可能爱下文章就会伫封建地图语音都冇出来。那爱解朋友系家族强下代，佢哋就会就感觉讲你当场伫地背水木水语音。所以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就觉得动场不务正业这样子。不过你下第3年内，大家向去嘛，相亲也知道说我哋该走马改，大家也习惯了。而且我相亲朋友聊下，可能你整个会觉得是注入一股清流，不就像我讲过吗？一股清流，就是啊，谁啊，每做到2地来做嘛改，英语去我都白去了去去，上次做工作事情你都冇出来，唔得去来做嘛改事情啊。OK， 不过讲到你其实大家可能对今天有好多嘅认识，不过你系对佢度欧米做埋事情有认识，大家都静下理解，但念吼对不对？要当到快问快答嘅题目，所以君婷啱啲咁嘅问埋问题好，这都是问嘛嘅动简单，所以我们自然动简说，绝对唔会考试，因为考试答案错啊，唔错係咪唔對？好，來提，請問一下，你最中意彈哪一條客家歌曲？哦，客家歌好，哪一條？我最中意嘅係阿濤歌陳永濤嘅《水路船歌》啊，動心的一條歌，佢兩條歌寫的就係歐米海。你看，我就真的，你看佢嘅感情，佢自己昨天講到陳永濤老師阿濤歌嘅歌曲最新嘅，又係讓歐米海有關係。哇，你真的很棒，還是弟弟。怎麼樣講？拍攝阿濤講，我第一動歌曲，我就線好水，我都好睇。我想講線好水咪撈海有關係嗬。對阿公是而家做台理嘛嘛，嗬，撈海有關。聽一聽啊，你最想阿婆嘅哪一路菜？哦，好愛最想愛阿婆嘅粽啊！我阿婆5月節的時節都會伫做下爆粽啊，然後佢嘅粽啊很辣，胡椒放滿滿的。對，係北部粽麼？因為你下東南部到北部，應該北部客家粽，很辣，就是都是滿滿的胡椒粉。是因為你不敢吃辣，因為你唔敢吃辣吧？胡椒粉還好。有凍到，對，然後嗰啲都會爆買，脆布啊，孔妞啊，孔妞一定有，還有蝦米，對，卵毛，這邊我媽媽包一種凍樸素，然後我感覺佢都肚水說，為什麼平應該種那麼豐富？我講媽，為什麼你也種那麼樸素？所以我媽媽會當我說不用卵毛啊，不用乜嘅，好，都有意思。童年嘅是。你童年時期最調皮嘅事情，可能冇啊，可以沒有，絕對冇。最調皮嘅事情應該係去街路上偷偷沒有家人知道的情況上去街上玩，然後凍家就傳到街上，用下地方凍家傳到街上，總係就不能就是我打。這個好有意思，該死漢走在打。我可以想象，因為小春說：“阿教授，我可能要不較倦聽到改變喊開這類等等，啊，就整條街是的，好最尾哦20秒、20秒，用一張梅頭來形容一下歐米。梅頭啊，梅頭，係咪凍難？係凍難。是工作家長會考完用嘅題目。梅頭啊，好，我講一個比較經典的碰碰茶，東方美人茶，因為我爸爸係做茶嘅，所以我吃到講碰碰茶裡還有係歐米，我覺得峨眉很經典的名產，然後嘛係我自家屋企嘅故事，所以因為歐米人都會認同。碰碰茶係我就會認同。好棒，基本嘅倆師母今天嚟到聊片，然後大家都分享安樣嘅故事，當感同應嘅故事，要當好談，希望做啲就個咧
绕墙你来分享欧米很好多个故事。好好啊，乡亲朋友，希望你本老阿强龙谈故事谈到懂日文，听听下来，强下来做人谈了。绕墙大家來到福喜來呢個民宿琴站，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琴站分享出去俾大家哦。